大家好，今日呢，我哋想用少少時間同大家一齊了解一個新嘅程序。呢個程序嘅目的，其實就係為咗支持我哋嘅牧者，用一個好簡單又有心思嘅方法去幫助佢哋成長，鼓勵佢哋。我做得點樣呢？其實呢個問題，我諗我哋每一個人都會問自己嘅，係咪？無論你做邊行，你都會想知自己嘅表現。其實我哋嘅牧者都一樣㗎。佢哋好為身於自己嘅呼召，而有見識性嘅回饋，正正就係一個最好嘅工具，可以幫助佢哋成長，從而更加好地服侍我哋。其實呢樣嘢唔單止係一種感覺，係有根有據嘅。對於任何人喺任何崗位都好，其中一個最大嘅壓力來源就係嗰種模糊唔清晰嘅感覺，即係唔知自己企喺邊。呢種唔確定性就好似一嚿烏雲咁，所以我哋呢個程式嘅目標就係希望用清晰同鼓勵去取代呢種迷茫。所以我哋要好清晰咁講明呢個程序嘅目的。呢個過程並唔係為咗揾錯處，而係為咗建立。我哋希望建立一個正面嘅回饋循環，去幫助我哋嘅牧者，唔單止係崗位上成功，更加可以喺佢哋嘅呼召當中茁壯成長。咁實際上喺個程序係點樣運作呢？我哋設計咗一個好直接嘅流程，盡量令大家可以簡單直接咁提供有心思嘅意見。總括嚟講，只有4個好簡單嘅步驟。好，呢度就係整個療程啦。首先，你會用一個好簡單嘅範本去整理你嘅諗法，完成之後就直接交俾指定嘅執事會代表。第3步係建立信任嘅關鍵，就係你嘅意見喺應入下一步之前會被完全匿名化。最後，呢啲匿名嘅意見會交俾教牧導師，係一個有建設性嘅檢討會議裏面試用。每一步嘅設計都係為咗清晰同謹慎。嚟到時間表嘅部分，大家今日呢就會收到回饋範本，請大家用啲時間去反思，然後喺3月30號呢個時限之前呢交翻你哋嘅意見。你哋嘅準時參與可以去保證我哋喺之後能夠順利咁進行導師檢討嘅部分。仲有一個好重要嘅 tips 想提提大家。就係你哋唔需要填寫每一個部分㗎，最寶貴嘅意見其實係嚟自你哋最親身嘅經歷，所以集中分享你最熟悉嘅範疇就得啦。你嘅睇法喺嗰啲地方係最有力量㗎。我哋知道俾意見呢件事有時可能會令人有啲卻步，所以我哋將整個程序建立喺安全同保密嘅基礎之上。而家呢，等我哋詳細解釋下呢2點對你嚟講意味住啲咩？呢個程序嘅第一條支柱就係完全嘅匿名，即係話喺任何意見被查閱之前，所有可以識別到你身份嘅資料，特別你嘅名，都會被完全刪除。咁樣就可以確保大家嘅焦點係集中喺意見嘅內容本身，而唔係邊個講嘅。呢一條支柱就係保密，呢點好關鍵。你哋俾個意見時唔用化咗嘅原始意見，係絕對唔會直接交俾牧者本人睇嘅。相反，呢啲意見會交俾一個細小而且值得信賴嘅檢討小組，由佢哋去整合意見，並從中找出可以鼓勵同幫助之成長嘅大方向。咁究竟邊個會喺呢個收人賴嘅村事裏面呢？其實是一個好細嘅群體，包括執事會嘅指定代表、我哋嘅教牧導師、項牧師同埋執事會本身。每一份意見都會由佢哋用最謹慎同專業嘅態度去處理。為咗普過呢個係一個平衡同埋有助發展嘅過程，呢件事並唔係淨係單方面聽住意見㗎。我哋嘅牧者同樣會用完全一樣嘅範本去做自我反思，咁樣就可以將唔同入道嘅睇法擺埋一齊，促成一個真正有成效、可以一齊聽點樣成長嘅對話。咁你嘅參與最終會帶嚟咩影響呢？其實你哋有心思嘅回饋就係牧者成長嘅原料。等我哋睇睇你嘅意見係點樣轉化成為正面而且實在嘅支持。從所有匿名回饋當中整合出嚟嘅主題同堅實，會成為項牧師喺教牧輔導裏面一個好有力量嘅工具。呢個過程嘅重點唔係去糾正錯處，而係主動去發掘可以發展嘅機會，並且喺最有需要嘅地方提供針對性、有幫助嘅支持。講到尾，所有嘢都係翻到嚟呢度。呢句說話真係捕捉到整個程序嘅核心精神。呢個係一個幾提嘅努力，為嘅就係支持同建立我哋嘅領袖。只有你花少少時間分享你嘅睇法，
你就係直接投資緊喺佢哋嘅身心健康同埋佢哋茁壯成長嘅能力上面。多謝你嘅參與。